有台东县议员指出讲，消防局使用的乌托邦18吨拢无换过，目前嘛已经在管42台使用超过18吨的乌托邦咯。消防局是表示讲，因会来争取经费来换新车。台东县消防局这只公务机车买来已经10几年，因为有保养也会徛哩，不过唔知当时的故障。台东县机关这阵得到消防分队有4台乌托邦，已经徛买20年，因为长久以来晒海风甲晒热，强要袂徛哩啊。而且台东县偏向离岛较济，救援人员若要去山区，也是海边仔的小路啊出勤，乌托邦常常故障，可能会影响救人。那么重要的一个机关的人员骑那么老旧的车子，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当啊。比较偏远乡下的救难或者它的道路可能比较有限。所以这一些机车装备啊是必然需要的。台东县消防局目前在管42台机车，平均使用拢已经超过18年。按规定，公务机关的机车使用的年限是6年，不过台东县消防局经费有限，无法度换。县机关要提出运用县机关补助款来协助汰换，不过却因为无符合补助采购办公设备的原则，所以无法度来补助。消防局讲会搁争取其他政府的补助，慢慢换掉。一直没有汰换这些机车主要的原因是，消防人员执行外勤勤务大部分要携带很多的装备所以大部分都是以车辆来执行勤务。县府民政处讲，目前并无开放议员补助款摕来买公务车，因为经销等等的单位车辆的需求量较大，而且可能还佫有医护、税金、甲加油等等连带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